国际上要紧，咱要赶紧来关心耶路撒冷发布重要的消息。以色列安全内阁初五批准夺取加沙的计划，要采用武力的行动来摧毁哈马斯。哈马斯讲，因是拒绝以色列的施压甲威胁，也若等待解救人质，才会以色列的家属引起加路抗议，要求战争都要赶紧结束。 以色列安全内阁透明开会，批准扩大对哈马斯军事攻击计划，包括夺取加沙并且占领这块领土。 בקבינט והחלטנו על פעולה עצימה בעזה, זו הייתה המלצת הרמטכ"ל, תהיה הנאה של האוכלוסייה כדי להגן עליה. 内阁会议批准采取武力行动摧毁哈马斯，解救人质。加沙280万的人口将会被移除。纳兰亚胡无讲军队将会抢占偌侪领土，也过强调士兵若入去了就袂过出来。一位哈马斯的官员讲，拒绝以色列的施压甲历史。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يعني إيش ضل في البلد حاجة يدمروها أكثر من هيك. 伫以色列抑搁伫咧等待连日转来家属伫咧落的示威。 安全内阁也原则上批准一项由私人公司运送援助的计划，这代表联合国所谓的已经造成严重粮食短缺的2个月封锁将会结束。联合国对此表示，这项计划违反人道主义，未甲因合作。尾也有一位以色列资深安全官员讲，内阁会议批准的计划就会等美国总统川普13讲16访问过了才会实施。 对于哈马斯来讲，是达成新的停火加释放人质协议的机会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。